咁樣先至可以有效咁降低你個移民風險。你拖得越耐，你越遲，你個移民風險越高。點解？大家好，歡迎嚟到和睦移民律師事務所嘅 YouTube Channel，我係移民律師 Johnny。今日主要想同大家講翻話個香港途徑個 Hong Kong Pathway 入邊嘅 Sunset Date 個日落條款究竟係咩意思，同埋你應該點樣 plan 呢？事不宜遲，立即開始啦！我呢就2011年呢就已經做咗好多 webinar 有關於 Hong Kong Pathway， 亦都對日落條款呢都講咗好多嘢噶啦。但係當然啦，嗰個都3-4年前啦。咁而家呢期都好多 client 問翻話個 Sunset Date 嘅問題，咁我就一頭霧水啦。Sunset Date 一早都講咗咁耐啦，咸豐年啦，點解最近呢期有咁多 information 翻晒出嚟呢？後尾一睇，我哋啲同事 send 翻俾我，原來係好多各大唔同嘅 agent， 佢哋出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文章，然後喺入邊都有不同程度咁講翻話個香港 pathway 嘅日落條款。咁呢樣嘢嘅話，咁當然啦，就令到好多人就一頭霧水，亦都影響緊我哋啦。因為好多人問啊嘛，咁問得嚟，我哋又要答 existing client 又要答，與其逐個 WhatsApp 回覆，倒不如拍條片講得清清楚楚啦。嗱，呢個成個立法過程呢，其實都幾曲折嘅。其實關於呢個 Hong Kong Pathway 嚟講嘅話呢，咁首先我哋有一部移民法啦，咁任何嘢都係跟住移民法嚟講，叫 Migration Act。另一樣嘢叫做 Migration Regulation， 移民法嘅法條啦。即係而呢個 Hong Kong Amendment 呢，佢主要係修正咗移民法入邊呢嘅有關轉 PR 呢樣嘢，就增加咗 Hong Kong Pathway 呢個條款。當然啦，嗰陣時出咗呢，咁就叫做修訂法案，叫 Amendments Bill。咁呢個 Amendments Bill 咧入邊咧就寫住2021年啊，有成有咩 Hong Kong Pathway。然後呢，咁喺政府佢 introduce 呢個修正法案嗰陣時咧，咁上面亦都有寫有樣嘢寫咗叫 Sunset Date。嗱，嗰陣時啦喺移民法入邊呢，咁政府通報個 Sunset Date 咧就2032年4月1號。咁好多 agent 啊或者麻麻地專業嘅人啦，咁就講好多有關話香港條款個 Sunset Date 咧就係2032年4月1啦。咁呢個就明顯係冇受過任何法律概念或者法律 training 嘅。點解咁講呢？我哋而家講緊呢個 Sunset Date 係講緊呢個修正法案嘅 Sunset Date，呢個 Amendments Bill 嘅 Sunset Date， 唔係你呢個條款嘅 Sunset Date， 因為佢係兩個唔同概念嚟。修正法案講得好清楚，就係佢係一個法案，佢用嚟修訂翻我哋而家嘅現有法案嘅，即係我哋將 Hong Kong Pathway 增加入去我哋而家現有嘅移民法入邊啦。咁呢個修訂法案呢，正常係有 Sunset Date，呢個係好 standard。點解呢？修訂法案只係我而家係提出增加呢樣嘢，咁然後我要將呢樣嘢增加落去個法律嗰度。而呢個 Sunset Date 嘅意思就係佢喺乜嘢日期之前要將呢一個修訂法案加入去而家現有嘅移民法入邊，呢個就係個2032年4月1號 Sunset Date 嘅原因。咁佢唔係話我呢個 Hong Kong Pathway 2032年4月1號之後呢就截止申請，佢唔係呢樣嘢。當然啦，而家去到2025年啦，都3月啦，錄呢條片，呢個修訂法案就一早就入咗落去移民法官網嗰度。而我當初嗰個咩2032年4月1呢，其實我都好艱難，都未必揾得翻，咁都係靠 SBS 咧先俾翻張圖我。啱啱打咗喺個 screen 上面呢，都係來自 SBS 嘅，咁多謝 SBS。然後最關鍵一樣嘢就係佢呢個修訂法案已經放咗入去啦。咁其實佢已經係代表咗呢一個修訂法案已經係結束咗㗎啦。如果你行翻入去個澳洲政府個法律個公網嗰度呢，你就會留意到其實佢呢個修訂法案係已經唔存在。點解啊？只係因為呢樣嘢已經用完咗啦嘛。佢呢個修訂法案已經進入咗個移民法個體系入邊，佢已經喺入邊嘅 operation 入邊行緊。所以唔需要話去諗話我個 Sunset Date 幾時，或者話有陣時見到有啲 agent 寫文章，有啲人話咩2030年，有啲 agent 話2034年，跟住有啲 agent 唔知寫求其作咗個日期出嚟就喺度驚，冇必要，因為係冇 Sunset Date 呢樣嘢。咁而修訂法案入邊具體我哋而家嘅 Hong Kong Pathway 嘅法律條文亦都係冇 Sunset Date 呢樣嘢。嗱，而家第二樣嘢想同大家講嘅就係，咁而家既然冇 Sunset Date 啦，係咪即係代表我可以大安旨意，我慢慢 plan 到2036年或者2046年、2047我先至出發呢？咁亦都未必，
因為有樣嘢係好重要。Hong Kong Pathway 佢係冇 sunset date嘅，即係代表話理論上你2047年呢，50年不變都完咗呢，咁其實都仲可以理論上申請到呢個18919Hong Kong Pathway 嘅。但係呢樣嘢只係理論上，實際上係咩呢？實際上係 Hong Kong Pathway 佢係冇 sunset date，佢任何類型嘅改變或者終止都需要政府再立法，再去修訂現有嘅 Hong Kong Pathway 法案或者現有嘅 Hong Kong Pathway 嘅法律條款。即係咩意思啊？佢係冇 sunset date，但係唔代表政府唔可以加一個新嘅 sunset date。但係而家呢個時間呢，2025年3月呢，咁政府係冇意圖，亦都冇出現過任何嘢講緊話要終止 Hong Kong Pathway。咁點解我又講到話唔代表可以大安旨意呢？係因為呢啲全部都係行緊政治方向嘅，即係話澳洲政府佢而家好尊重香港人，佢喺唔同嘅層面入邊咧都繼續堅持緊呢個香港政策。咁呢一啲係喺兩黨呢，即係工黨同埋自由黨啦 ，coalition 咧或者聯盟黨，佢哋係有一個兩黨嘅共識喺入邊。咁所以呢樣嘢係 OK 嘅，但係唔代表佢唔可以喺後邊嗰度再加一個新嘅條款出嚟。而佢後面加個新嘅條款，咁當然啦，通常有可能都會有 legacy clause 嘅，咁但係有定冇呢，都係睇翻澳洲政府後邊點睇。所以加拿大刪咗，英國又吹緊10+5，澳洲目前仲係比較 standard 同 solid 嘅，因為兩黨仲係 OK。然後我之前都拍咗條片講翻話點解讀書移民而家仲係 OK 嘅途徑，咁所以大家都可以 refresh 翻。但係千祈唔好覺得話我可以大安旨意咩2026年再出發，或者話2028年再出發，同我 plan 緊話賺多2年錢。你可能可以喺香港賺多2年錢，但係後尾你啲錢就繼續喺香港使啦，冇意思噶嘛。大家想移民，所以如果要 plan 過嚟澳洲，我非常之建議 ASAP 嗱聲過嚟，咁樣先至可以有效咁降低你個移民風險。你拖得越耐，你越遲，你個移民風險越高。點解？因為你受制於政策。咁當然啦，後邊我亦都可以有一條片去特登同大家具體講翻話點樣去合理咁樣再降低移民風險，點樣去再提高翻嚟，加快移民嘅速度。嗱，移民成功率係差唔多嘅啫，因為如果你係香港人嘅話呢，你係由 Hong Kong Pathway 做保底，Hong Kong Pathway 係好 solid，所以係冇問題。咁但係點樣去加快呢？我哋喺下一條片，我 Johnny 再同大家具體講清楚。咁今集時間就係咁多，多謝大家時間。咁希望喺下一個 episode 我哋再見翻大家。如果你未撳 subscribe， 記得撳翻 subscribe、follow、like。有問題咪記喺 comment， 或者直接聯絡翻我哋。我係 Johnny，我哋下一期再見啦。